今天抄的题目是水壶。水壶到底是什么水壶？是怎么样的水壶呢？是这种健身房的水壶吗？还是这种高中专用的太和工坊水壶？还是最近网络上很红的这个不锈钢烧不烂水壶？我们先来认识水壶这个单字好了 ，T-U-Y-A-N，赌yan应该是这样念啦，我记得是这样子啦。可是呢，我又上网查了主语一乐园，它竟然显示东西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葫芦超酷的根本就是那种以前的水壶吧？你们知道那种以前有那种葫芦水壶吗？就是对，非常的特别。还是他们讲的就是这种水壶啊，葫芦水壶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于是我上网搜寻了一番，我只发现到了这个泰雅族的水壶。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个，因为我也问过了很多朋友，他们也说他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耶。水壶、葫芦，我想这个图片的东西应该就是这个水壶了吧？是它了吧？没错吧？本来我还在想，是不是那种竹子做的长形水壶，可是我越想越不对，感觉就是这种葫芦形的水壶才是一个水壶啊，不然怎么装水，怎么携带呢？啊，对了，我的朋友也跟我说，在种植的时候，葫芦是有个性的，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你不能去碰它，不然那个葫芦就停在你碰它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再长了超酷的葫芦怎么那么有个性啊？当然，只是他的老师跟他说的，然后他就转述给我的，我也觉得超酷的啊，跟你们分享这小故事吧。好啦，我的影片就到这儿了，谢谢你们的收看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应该是不会有下一次了啦，那就这样咯，拜拜！希望你们会了解这个水壶，但我真的不知道水壶是什么东西啊。